拉玛齐努，拉玛齐努，真见则为，拉玛齐努。现在这个朗伊寺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呢，是朗伊寺目前这个光这个80开始这个宗教开放了之后呢，开始到现在为止，朗伊寺培养了150多位那个格西，23位堪布，总共23位堪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想，反正西藏、青海，这个四川还有甘肃，所有地方呢，本教的很多寺院都在举办这个佛学院大家都在就是能有条件的地方呢，都在这样弄。那么这样了之后，按照目前来说，朗伊寺的佛学院里面毕业出去，然后呢考完格西的这个人呢，总共有60多位，光今年一年的角度来讲，是60多位还在当着老师，各个的寺院都在当老师来教学的一个责任在他们在那个弄。但是呢，有需要这个培养了格西了之后呢，目前的话，这个培养了格西之后，大家呢都在有些寺院里面开始开办佛学院，开始跟他们讲课。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这个做其他的任何事情。那么我在想，这个朗伊寺这边呢，出的格西比较多，比如说每年至少会培养个最少都有10个人的一个培养。那么这样的话，10年的话，那就是100位格西了。那么比如说光今年的话有20个格西，那么我在想这些格西呢，把他们的文化没有用好，就这个文化为这个教派做一些贡献，不然的话，这个光一些寺院里面去讲课，这也是虽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除了这个讲课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做的话，就挺可惜的。因为那么多的知识文化界的人，他们的文化除了讲课以外，相当于就是只是当一个老师，就其他就不做任何事情的话，他们的文化就太浪费了。所以我在朗伊寺这边呢，组织了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格西们培养的一个群。那么这样的话，我想以后把这些格西们，就是以前所谓的格西的话，显宗、密宗、大圆满，包括这个内外的这个文化所有都要学完了，然后再就是当格西。但是这个呢，一个人所有把它学完呢，是只能走完这个课程，不一定是特别看透彻的可能学完了之后，那是完全就是所有都透彻的学完了，那也可能是绝对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我在想以后呢，就相当于就是按照我们内地来讲，大学读完了，还有个读研究生的，还有博士、硕士、院士等等。所以说我在想，以后把格西们的一个学校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教队也好，用这样的一个团队来，就是为教派呢，就是很多文献上的缺陷、历史上的缺陷，包括很多的那种的
需要的很多东西。本教目前呢，是因为还缺很多东西，还要做很多事情。那么真的这样的话呢，这个文化部分的这些缺的东西呢，就应该是要这个歌星们来，就是以后来完善。所以我在现在呢，也在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群团。那么以后就为这个歌星们有个新的平台来做更好的、更高的、更有用的，有些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吧。